明年中央的总预算案叫拿甲八联合封杀。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已经有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来见面，敲明年的总预算。韩国瑜嘛答应讲会安排总预算的排审。另外，民众党团嘛表明，即马代志也有通参详。市长怎么看部长现在率团访日哀轰是回避电价呢？经济部处长陈正基脚步正紧入去立法院，代替请假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出席。不过，赖总统兼民进党主席则下令叫党籍立委爱全群，但是27日总执行郭志辉就请假，也阁予人质疑是这个回票电价问题。但是行政院长杜英泰到三港讲话，讲伊请假是有报备。我跟他讨论过他去的这个行程的内容相关的重要性之后，我是同意他去的。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还是遵照以前的跟各位部委首长的要求，一律都应该亲自出席立法院的院会。政府的总预算案和纳被联手封杀，要求退回定编。行政院也列出，包括教育、医疗、消防等10项支出受到影响，其中以军公教调薪221亿上侪。杜英泰除了强调，伊家己爱负上大的责任，也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建议。我本身要负最大的责任，因此我们也非常诚意的，经过正当而且是必要的管道，请韩院长能够拨容我们商谈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两院互动的关系。会议要正式10点之前，两院院长已经在议场的后方的会议室有会面。那韩院长也给予非常正面的回应。吴思瑶讲，杜英泰、韩国瑜两个人已经见过面，韩国瑜答应以议长的身份来协助总预算会当审查。也那国民党的立委乐见韩国瑜要来协调，民众党团也表示愿意跟政府对话。我们欢迎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率领相关部会的首长前来台湾民众党党团沟通，这至少是一个好的起步哈。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部会首长倒是很轻易沟通。立法议会针对立法委员王晓玲提案，修改宪法诉讼法部分条文，加大法官设计的条件，自现有总额过半数同意，提悬到2/3。因为在场的立委拢无同的意见，所以专案是直接离托由国民党团调集协商。记者综合报道。